来有一个男子7年前，因为不满4个月大后生吵闹骗袂掂，一时气愤，竟然摕枕头甲后生的鼻、个喙甲鼻仔二咧，活活甲后生来挟死。法官来审判，讲伊有忏悔，嘛无再犯的疑虑。伊的情某嘛出庭来作证，讲伊已经深刻来反省，所以甲判假罪4年。 警方大动作，伫德无内底咧找线索边仔对这个查甫人，就是杀害当事者出世4个月后生，搁等伫遮的凶手。即马家人电法院审查终结，判伊会当假罪。那你为什么要掩盖小孩子死亡？是接受采访。 去年案件爆发的时，这个囡仔老母无想要加讲，也毋过无度暗藏后生死亡的事实。审理期间，被告姓黄的查甫人承认讲，因为个人的疏失害死这个囡仔，会判死是想要将这个后生留伫身躯边。伊嘛真后悔，伊的情某作证讲，伊有深刻的反省，并且毋是刁工的。伊嘛讲有时间照顾其他的囡仔。法官认为讲伊有悔改，所以讲判伊缓刑，会当假罪。被告饭后始终坦诚犯行，态度尚可。 监衡被害人母亲表示，尊重法院的决定，不希望被告受到重判。姓黄查甫人除了被依照过失致死罪判1年8个月，嘛被依照遗弃尸体罪判8个月，合并执行2年徒刑，假罪4年，并且要完成30点钟家庭亲子关系认知教育的辅导。7年前，因为4个月大的后生一直吵一直闹，一个生气用枕头甲挟死。即马这个案件已经审理结束，虽然讲伊会当假罪，不过嘛是要为伊的过错好好啊反省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